进前有不少的分子进口到越南茶，一袋竟才卖200块。港参南台湾茶了后，当做台湾茶来卖，一袋竟是共卖到1000块，大赚乌心钱。检警去年是大动作来扫动，抓到不少人，但是风头一个过，有地商来指控，即摆又搁中出江湖了。摕一包出来就使哦。真侪茶米随也随的拍开抽检，进口越南茶大包商上大出货对象，就是台中的这间福气茶行。原料供应商那个就只有嘉义这个茶农吗？还有这个？还有其他的小农啊，他们就没有那个你们所谓的收据哦，都是跟他结现金的。讲无收据，不过其实互调查出用一袋斤2包批发的介绍，比越南茶煞包装做台湾茶，一袋斤卖1000，赚5倍介绍，佮早扣5000袋斤，不过其实已经卖28000袋斤，非法赚2600万。兼77带大到茶园来，整片都我的。对。开直播小介茶园，红前做茶米界直播女王，红指控伊卖茶米无纯。这个是在前年就已经都所完成了。2年前跟现在，难道一个人犯错误就不能再改变了吗？我们做这个改变了，我们也去验证了。中大即马推广正港台湾高山茶米，另外一位网红赵吉爸，去年才防止帮大腿公众散步，早期出在做，判1年2个月，叫做10年。即马直播介绍阿甲这么低，是真是假？敢真正红当作潘那伫咧骗？这是属于咱台湾的高山青草部分，5盒899，一盒你自己用计算机算，一盒不到180。贴上这样一个溯源码的，他就保证一定要是台湾茶，只要被验出来，你就是违法了。越南茶真侪拢是台湾技术转移，卖越南茶无非法，不过爱讲讲详细。想要啉正港的台湾茶，会当看拳头一对，较袂防骗甲公西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